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吼，咱每礼拜一暗时5点到6点，厝边隔壁的节目，我是立法委员黄秀芳。真欢喜吼，是拜一的暗时和大家做伙，来看到即礼拜吼，是咱台湾发生啥物代志，大家上爱关心的即个事件吼，咱希望是节目当中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做伙来分析。那是即几礼拜内底吼，大家关心的就是油吼，咱平常时食的即个油的问题啦吼。为6月底开始，就是即个中联油脂吼，因即个制造出来即个油吼，含有即个苯片皮，就是会致癌，就是会着癌的即种内底有即种成分啦吼，有即个物件。这最主要就是吼，因为可能黄豆、黄豆咧要煎油，这黄豆吼爱加热吼，爱炒过，可能有臭火焦，所以伊的即个苯片皮吼超标啦吼。那造成讲吼，下油有足侪咱的即个食用油，无论是咱平常时食的即个沙拉油也好，还是自助餐啊吼，一般餐厅用的较大桶的迄种的这个食用油，或者是佫做成其他的即个产品啦吼，为个油有做沙拉啦吼，为做酱料啦，种吼是几啊千种、几啊万种，拢受到影响吼。咱看到讲吼，几礼拜内底吼，咱新闻也看到，就是目前吼有问题的即个油吼，就是全面下架。即摆是架上的，就是讲咱是超市，还是即个通路馆顶买会到的即个油，拢是安全的啦吼。那即嘛是爱互消费者，就是讲，你买的时阵吼，嘛是爱个看过。咱即摆就是食药署即边吼，爱去把关吼，源头爱去把关，是市面上的是架上的油是安全的吼。另外是即几工吼，咱看到讲，苦地油的部分吼，嘛是有这个苯片皮超标啦吼。为什物吼？咱看到讲，这油吼，为什物苯片皮会超标？我拄仔有讲过，就是譬如说咱的黄豆，黄豆吼，伊为原料爱要煎做油吼，爱炒过吼，爱炒过，就亲像咱土豆要煎做土豆油吼，嘛是爱炒过。这炒过吼，有可能就是讲即个臭火焦的即个比例吼，可能有较悬。以前吼，可能讲这臭火焦可能袂使有超过偌济啦吼。因后来就是讲中年油脂因甲即个有臭火焦的即个这成分比例有放宽，所以才造成讲因制造出来即个油吼，苯片皮会超标吼。那当然就是讲吼，政府是第一关就是爱把关吼，出来即个油就是爱安全的。当然，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是爱分工合作，吼，爱分工啦，吼，毋是讲像地方政府安尼甩得一干二净吼，因为中央政府伊无可能逐项代志拢爱家己做，吼，伊制定出来一个政策，这个交互地方政府去执行。地方政府就是咱的县市政府，吼，伊爱不定时的去抽检、去查验。尤其是即个做油的即个厂吼，油厂伊嘛爱去查验，就是爱去检查啦吼。当然咱看到讲，即个台中甲即个台北吼市政府因对着即个做油的厂商吼，为的是一届拢无去检查，吼为的可能8年内底才检查一届尔，所以会造成讲即届的即个中联油脂的即个苯片皮超标。嘛是有可能一个方面，就是制油的即个公司因就是心存侥幸啦吼，因为即批油伊苯片皮超标伊过来其他的油无即个符合即个标准，有可能甲即个有问题油甲无问题油综合之后出来的油吼，就是合格的啦吼，所以咱知影讲吼是食。咱足侪即摆目前吼，足侪人拢是外食族，拢是食外口吼。这个若是敢若食外口啦吼，你家己厝内底咧煮的用的油嘛，有可能是
有问题的油吼，所以咱一方面是即几个礼拜内底吼，一立法院尤其是卫环委员会，拢一直咧讨论即个有关油的即个问题，到底是倒一个关卡吼出现问题？到底是要安怎搁来加强吼？未来袂当搁有即种情形来发生啦吼。当然，咱的即个食品卫生管理法吼，即个方面是毋是爱搁加强？罚款是毋是爱搁增加？吼这就是爱互做食品的人吼，袂当有心存侥幸。吼，只要是你未来制作出来即个油，吼，你只要有问题，吼，一定爱通报，吼，一定爱通报。毋若是你家己的实验室，吼，做出来爱通报。你委托即个实验室，委托别人的即个实验室做出来，即个检验出来。即个标准超标嘛是共款爱通报吼，袂使讲隐匿啦吼。当然，如果有隐匿的话，这个罚则是爱罚足重的吼。这是咱未来吼修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吼，就是即部分爱搁加强。另外就是讲吼，中央甲地方的即个权责，就是爱分工分清楚，袂使讲即届中央认为讲这就是地方吼爱去做的工课。地方认为讲你中央你都无去规定当然我嘛无去做即种检验啦吼，或者是人为的别县市为什物会检验？为什物就是台中甲台北吼，台北市政府甲台中市政府，你的检验的次数有定是拢完全无检查，无就是8年才检查一届，吼，所以这个未来就是咱希望甲即个法定好清楚，吼。地方就袂当阁有走险，吼，袂当有走险。无像即届吼，逐个就中央讲这是地方爱做的工课，地方政府就讲这着中央规定无清楚，所以咱是立法院吼，就是即个法爱甲定好清楚啦吼，互所有的人会当看着会当去执行，而且吼，因为这食的物件吼，就是爱严格执行啦吼，袂使阁含糊，吼，这是。咱即只吼，甲咱的好朋友吼来做一个报告。另外吼，咱看到讲，即届这个油品事件佮延烧出来，就是国民党顶礼拜吼，一开到因有集结嘛吼，有这个动员吼动员足侪人吼一开到，最主要就是讲即个毒油的即个部分吼，咱讲吼这个地方政府嘛爱负足大的责任啦吼，因为人为什物像高雄、台南人因就会去检查即个油厂，为什物吼台北市甲台中市因就无去检查吼？那最主要就是讲，即个市长到底有咧关心嘛？无咧关心啦吼。所以吼，这个延伸出来，是迄天有咧讲这是毋是立法院啦吼要倒阁啦吼，要对即个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啦吼，是毋是即个要倒阁是毋是年底吼，立委甲地方的即个市长啦、议员啦，逐个做伙选举吼，这是即一礼拜内底一个议题啦吼。当然，咱看到讲这个立法院即届立法委员，也是讲即届立法院。足侪人可能会对即摆的即个立法院是不满的，吼，因为咱知影看到今年度的即个总预算，原本应该是旧年就爱通过，今年来执行的即个总预算，结果是到即摆已经8月今年度已经迈入第8个月了，吼，就是已经8月结果中央的即个总预算也未通过，这总预算没有通过吼，会影响到啥物工课？足侪人讲为什物即个文化部吼，即个补助哪会减少啦？吼，就是因为即个总预算无过。为什物社区的即个补助为什物会减少？这嘛是因为吼，即个行政院的即个总预算，中央政府的即个总预算无通过。过来就是咱政府原本中央政府有要补助，就是通勤族，有一个 T-Pass， 就是你坐公车有优惠的一个 T-Pass 的补助，今年度嘛因为这个中央的这个总预算无通过，这补助嘛会受到影响。
地方的一寡社会福利，嘛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即个总预算到即马已经8月啊，还未通过，哇，这嘛是受到影响。所以咱知影讲，立法院即届的立法院，遮侪人不满，就是你讲上介简单的立法委员制定法律，搁就是爱严格来监督行政院。结果咱看到讲，这个中央的即个总预算原本应该是旧年爱通过，是今年度抑搁卡在立法院，到目前为止啦立法院抑搁咧审查，到底是当时要通过抑搁毋知。明年度的即个预算，明年度的即个总预算，这个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嘛是8月底就要搁送入来立法院啊。所以到时阵是今年度的即个总预算，甲明年度的总预算，是毋是做伙审查啦？这是一个有史以来第一届出现的即种乱象。那遮侪人讲对即届的即个立法委员，也是讲对立法院不满。我想讲，其实中央是民进党咧执政，这个立法院是国民党甲民众党夹起来是过半，所以有足侪项工课啦中央政府提出来即个预算也好，还是讲法案也好，或者是中央政府希望讲会当有即个无人机的即个产业，也是讲国防的即个军购伊希望会当通过。毋过是上来到立法院的时阵，就全部都卡关所以咱看到讲，为虾米立法院执政党委员无过半，就会造成执政的行政院足歹出骹手，足歹做的啦足歹做的。有足侪项工课就会被卡住就亲像咱总统赖清德啦行政院有提出来的是明年开始，希望0到18岁0到18岁就会当逐个月有5000块啦为囡仔出世到18岁18岁成年之后会当互伊有第一桶金上礼拜的时阵上礼拜嘛是立法院啦也为了这个这大家一寡意见袂拄好虽然到尾按照即个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即个版本通过，毋过就是行政院原本的即个0到18岁的即个补助会加加减减拢受到一寡影响啦所以咱希望讲是即个立法院的即个部分所有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的即个立法委员，总是爱为着即个国家来设想为着即个人民来设想，希望讲是咱政府有法度负担的部分，因为即几年内底咱看到讲即个整个国家的即个经济即个尤其是即个电子业半导体产业是即几年内底算是真好嘛是股市内底嘛表现了真好，所以咱台湾的即个税收是即几年内底哇税收是真正加收足济啦当然咱嘛希望讲甲即个是半导体即个成绩很好台湾的税收足济时阵嘛会当回馈互所有的民众。那当然就是讲政府有提出足济要对着咱的幼囡仔对着一寡弱势团体希望会当是补助观点会当搁加强当然咱嘛希望讲无论是国民党民众党，大家拢会当共同来支持啦当然这是一项，另外一项就是这个无人机的产业无人机的产业是这个立法院咧审查的时阵嘛国民党甲民众党这边嘛有一寡背隔，所以就是讲台湾希望会当发展到即个无人机的即个产业咱看到讲其他的国家足侪拢是发展即个无人机就是有足侪项工课可能毋免人毋免人直接去现场，可能是利用无人机嘛会当减轻着即个人的耗损啦
所以就是讲吼，即个无人机产业非常的重要，吼，无论是用于即个军事的，或者是其他即个产业，哇，这个无人机产业吼，真的是未来台湾的另外一个护国神山吼。那中部地区吼，就是即个无人机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在。那当然，咱希望讲政府爱做一个领头羊，吼，还互在无人机的即个产业会当投资在无人机的即个产业，互在无人机的即个产业吼会当得到政府的即个帮忙，未来会当有更较好的发展，甚至因的产品会当出口到其他的即个国家，吼，就打团体战啦，吼。我讲的就是讲，毋若咱半导体是一座即个护国神山，未来吼，咱的无人机产业嘛是另外一座的护国神山，吼。所以咱这拢是爱中央政府爱出力，爱编预算毋过即个预算就是爱经过即个立法院即边来通过吼。所以咱嘛就希望就是讲，这个所有吼，咱对台湾好的，拢希望就是即个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即个立法委员吼，希望讲因会当来支持啦吼。另外一项吼，即个最近啦吼，就讲我们的那个预算，今年度的即个预算吼，因为抑阁是立法院咧审查，吼已经过已经8月啊吼，已经8月，其实有通过无通过，其实我感觉实在是嘛无啥物重要啊吼，已经来到第8个月了啦吼，该影响的嘛已经拢影响啊。那另外就是讲吼，咱是国民党这边吼，因砍这个譬如说道交的这个预算啊吼，足侪人讲吼，咱道路的这个安全每一个人吼，你可能行一路的，也是讲你开车骑铁马啦、骑奥多摆啦、开车啦，可能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安全拢会受到影响吼。你今仔日国民党甲民众党吼，因可能砍这个道路安全的这个预算，哇，这个可能都会对着咱的这个道路安全吼，拢可能拢会受到影响哦。无论是道路的这个安全，还是讲咱进前拢会做讲，咱道路吼路爱变吼，路爱变，互咱的所有民众吼会当行得安全吼，用路人开车、骑奥多摆拢会当安全。好，这个就是道交的这个预算吼，非常的重要嘛吼。咱看到就讲，国民党甲民众党因有顶就是大砍预算啊吼，就是要互你即个政府会当就是歹做。另外，咱看到讲，有顶就是咱的政府要做啥物工课，也是讲像即马咱的即个防止诈骗，即个防止诈骗吼，嘛是需要政府有顶爱做宣传啊吼。譬如说，咱接到电话。你伊也甲你问讲你爱提供身份证啦，吼，还是讲爱提供你的账户啦、银行账户啦，这拢是有应该拢是诈骗啦，吼。毋过吼，这有足侪项，就是拢爱政府透过媒体，吼，透过广播啦，吼，透过电视啦，透过报纸啦，吼，透过媒体，吼。来做宣传，你透过媒体宣传，总是爱付这个费用啊，无人这电视、电台报纸哪要甲你免费甲你服务，无可能，你就是爱付钱嘛吼。所以政府你加减，你都是爱付钱去做宣传，吼这个譬如说咱政府做啥物工课譬如说过来咱的农民吼这个咱的农保吼你要安怎申请？或者是讲咱的农民吼你若拄着啥物困难，还是讲风台来拄着灾害的时阵你要安怎申请？这拢是爱透过媒体吼去做宣传啊吼。所以即个国民党甲民众党因着甲所有各部会的即个媒体宣传的费用，着甲砍掉，吼，就是甲删掉啦吼，互政府无法度去做宣传。
我感觉讲这宣传吼，毋是讲干若去宣传政府做好诶吼，还是讲宣传政府咧做啥物工作？有点是宣传对人民足重要诶一寡尝试，吼，还是讲对人民有影响诶，吼一寡代志，拢是爱透过宣传啊，吼。啊，结果即个国民党甲民众党诶委员及立法院就甲跩没宣费吼，啊甲砍掉。这是对人民有足大诶即个影响，吼，毋是敢若对行政院有影响尔，是对所有诶人民拢有影响，吼。另外，咱看到讲吼，拄仔讲到就是政府诶即个媒体宣传费用啦，吼，啊，伊嘛删这个外交部诶即个费用，吼。啊，嘛删要删即个行政院长诶薪水，吼，要甲删除掉。啊，有点我会感觉讲吼，即届即个立法委员吼，真正是足夸张诶啦吼，刣别人诶足赏识，啊，立法院诶即个预算是一角银拢无删，吼，一角银拢无刣啦吼。所以你讲看到，你明知影讲，这行政院吼。也是讲行政院所属的即个单位的即个预算，你着大砍特砍。啊，个立法院吼，所有的即个预算，着是一角银拢无抬，一角银拢无抬哦，吼。所以你着讲吼，刮别人的胡子很容易啦，吼。啊，要刮自己的胡子吼，是无可能啦，吼，不可能啦，就是这个一毛都没有删啦，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就是没有同理心啦，吼。政府要好做代志，你无互伊钱，伊是要安怎做代志？当然，你若即对公务人员来讲，你无互我钱，我共款照领薪水啊，吼，我薪水照领嘛。啊，你无互我钱去做工课，啊，你无互我钱办业务，啊，我就免做啊，吼，我就没有业务可以办嘛。所以吼，就有时候咱看到讲，目前的即个立法院吼，确实是。乱象一堆哦，吼啊！咱希望讲，在这个今年呐，吼，今年年底的即个11月28即个选举吼，确实我有时候感觉讲，地方政府的即个选举非常的重要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讲2028的即个中央政府的即个选举啦，其实拢非常的重要啦，吼。选出一个会当替地方来做工课啊，毋是讲万项工课就是要甲即前的团队做对，啊，要删所有的预算，啊，拢无爱互跩公务人员做代志。我感觉讲安尼嘛无好啦吼。一个国家要进步，就是爱稳定吼，就是稳定啊，稳定会当互即个国家会当进步啊，政府认真做啊，所有民意代表爱监督，这个。该做的爱做，啊无该做的你就是要删。我感觉讲这拢是足合情合理啦吼。啊，袂使讲吼，啊你预算全部把它删掉，啊，我互伊做工课，啊，互即个行政团队吼无法度去伊的业务无法度推动。我感觉讲安尼嘛毋对啦吼。啊，所以吼，足侪民众会感觉讲即届即个立法院是足不应该吼，足不应该。啊，我家己嘛感觉讲即届立法委员吼，真正吼。可以说真的，唔知要安怎做，因为这些预算我们在立法院执政的团队，当然就是希望会当行政院这边做的，爱做的爱做，不应该的或者是浮编预算的这个坎，我感觉讲这是合情合理。可是你袂当讲全部把它删掉，我爱互伊做工课嘛。吼，都总是爱伊要做的工课，你都是爱医生爱甲留掉的，你袂使讲全部把你删掉，不让你做事情啊。吼，所以这是一只吼，咱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好，咱先休困一下吼，等下这个等来厝边隔壁的节目。好，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吼，咱礼拜一暗时5点到6点厝边隔壁的节目，我是立法委员黄秀芳。拄仔前半段的节目吼，咧含咱所有好朋友咧讲到，即一个月内底吼，有关即个油的即个议题，当然，中央的即个政府对着即个油吼，我感觉讲爱搁加强管理啦吼。另外就是讲对着食品管理的即个部分，
即个法则吼爱个提高。那目前就是伫立法院即边吼，咱就是爱重新修法。对于就是讲厂商因若隐匿吼，就是因即个验出来确实即个无合格，你结果你都无通报吼，我感觉这都是爱重罚吼，重罚，因为这是每一个人吼拢会食会着的。目前吼一只这个货架上面的所有的即个这个油吼，这个沙拉油啦吼拢是安全的。另外就是这个最近吼就是被通报的是即个元春的即个苦茶油有即个苯偏皮超标，目前吼嘛是全面先下架啦吼。当然，咱希望讲吼，即个食的部分，咱就是爱严格去执行啦，袂使有任何的即个差错，因为这就是对着人的即个身体即个健康会受到影响，所以对着食的即个部分，所有就是爱符合即个标准。食咱就是原则上就是爱食，就是爱健康，袂使有任何的失觉差。这是一只甲所有的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另外咱是立法院这个9月份咱这会期是原本应该是5月底的休会啦因为国民党甲民众党因为着要保护家己的委员惊去用进前这个伪造文书惊去用问，就是迄种伪造联署的部分所以就是一直延会从延到7月31号，再来延到8月31号，9月初1就是新的会期佫开始所以这会期这个延会就是延到8月31号。那是顶礼拜拜5的时阵党团就讲9月初1开始就是新的会期新的会期要先暂时先休会到这个9月29号才要佫开始开会9月29号就是要开即个监察委员的即个人事的动议权监察委员的即个人事动议权是拜四开始就是要开始审查即个监察委员因为监察委员位的已经到，就是全部拢到任啦院长、副院长就是爱佫重新爱有即个行使同意权，就是总统这边甲所有的这个提名的人事权上来即个立法院立法院这边爱行使同意权是8月就是即个拜四开始，就是对着总统提出来跩提名人爱做审查。那咱是9月29号，就是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即个行使由所有的即个立法委员来投票看即个总统提出来提名的跩院长、副院长、监察委员院长、副院长、监察委员是毋是会通过咱看到讲可能即个国民党甲民众党对着总统提出来监察委员可能我看可能是全部会被封杀啦我感觉啦这是自9月29到要行使这个同意权啦佫5月即个时间。那另外是即几天嘛一直咧讲到即个蒋万安对着有一个影片影片内容是假影着迄个赖总统，就是赖清德总统的即个声音那即个假影赖总统的即个声音大家感觉讲我哪会使用着总统的即个声音咧做影片咧散发这个影片足侪人讲这是不应该啦因为为啥不应该你用着总统的即个声音这是足无负责任的足无负责任的，因为总统伊是三军统帅今仔日你用总统的即个声音咧做影片咧散发这样的一个这个影片足侪人讲万一有一天伫网络顶佫用总统的声音去
讲，哎，这个大家感觉讲啊，这个佮用什么诈骗，吼，还是用总统的声音去对着国家会影响的一寡政策，用总统的声音伫网络顶咧散播，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有足侪人就讲最近网络顶流传的即个由不得你的即个影片，绝对爱严办。为什么？伊就是用总统的声音去录制这样的影片，然后到处散发。总统伊是三军统帅呢，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万一有一天有一个影片，佮用总统的声音，会讲这个总统甲阿强可能有会谈，还是啥？哎哟，这可能有的人毋知影，可能会当作是真的。所以咱认为讲这个模拟模拟别人的这个声音，这种代志无经过迄个人的同意，我感觉即种代志绝对是爱严办，绝对是爱严办。当然啦，即个蒋万安，我感觉讲伊着白痴伊着讲这是伊叫即个人做的影片。徐国勇着讲这蒋万安读法律读到脚趾边去啦这敢会使伪造他人的声音咧散播这样的一个讯息，就亲像今仔日咱用即个蒋万安的声音伊着用伊的声音去制造一寡这个咱认为讲嘛是足夸张的一寡消息在网络上散发，安尼敢会使？安尼嘛袂使呢，对无？所以咱认为讲即种代志绝对是爱严办，绝对是爱严办。我认为是爱严办啦那我相信有足侪人认为讲即件代志袂使轻轻放下，一定是爱严格会去办即件事件因为你今仔日会当用即个人的声音，明仔载你嘛会当用别人的声音。今仔日你即种代志你轻轻放下，无代志。明仔载伊就用这讲，这个甲你骗诈骗甲你讲，即马利用某个人的声音讲，你即马爱紧发生啥物代志啦爱紧走啦，爱创啥？这安尼敢会使所以咱讲无冒充别人的即个声音，绝对毋是言论自由，绝对毋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嘛是爱有一个限制，嘛是爱有一个限制。所以咱看到讲即件代志啦冒充别人的声音，绝对毋是言论自由啦另外就是讲用即个无影的即个技术。用着用至即个政治的即个宣传，这安尼嘛袂使，这安尼嘛袂使因为咱大家也听到，我头一届我伫网络顶听到这个赖总统的声音，我认为讲，这个我头下听想，这总统的声音可是佫甲真足听，这着讲，这讲的都无共款的这都毋是即个原本咱的意思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是伪造的可是如果毋是像咱佫斟酌，还是讲有的人伫政治上面较有咧接受的时阵，你会当作是真的呢所以我感觉讲这是即件代志，我认为讲一定是爱严办一定是爱严办，而且你认为。用国家元首的即个人的面相也好，用国家元首的即个声音因为这拢会危害着国家的即个安全，拢会危害着国家的安全。所以咱认为讲即件代志伫网络顶扩散这个有可能会造成国家的即个危险，嘛有可能造成国家的即个动乱，
所以我认为讲吼，这个用元首的这个声音嘛好，还是用伊的人像去伪造出来的一寡讯息，还是讲一寡伫网络顶流传的物件，我感觉讲这拢是爱严办，这绝对毋是言论自由，这绝对毋是言论自由。今仔日如果有人用我的声音，用我的人头，甲你伪造，这是伪造出来，是甲我平常时的作风是无共款的，这对我的形象也好，对我的即个影响足大的，所以我认为讲这袂当凊凊彩彩，今仔日会影响到即个国家的即个元首，国家的安全。明仔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如果今仔日你用安尼都无代志啊，未来我看你袂爽，我就甲你黑白做，甲你做一个影片，甲你黑白放送乱放送，这个影响到一个人的名誉这个严重到影响到国家的这个安全的所以我认为讲这个身为的声音跟影像，我感觉这件代志绝对袂当轻轻放下。我相信这应该是大多数的人应该嘛会认为讲爱严办，袂当轻轻放下啦这是我认为啦另外，因为即摆是一暑假的这个期间，所以有一寡学校也好，还是讲有一寡老师或者是讲有一寡社团。因会带着国小的囡仔，或者是大学生，去中国这边，讲咧做交流啦那咱看到讲，最近就是讲中国去咧拉拢台湾的即个少年人去做交流8天7暝8天7暝，才只要5000外箍，你想到可能8天7暝呢？飞轮机票都毋拿5000外你爱搁住爱搁食，所以这侪拢是落地招待，就是人带去到中国，就是落地甲你招待。这是未来就是讲这个带去中国，伊就甲你加赖甲你加赖。未来你可能就是台湾的这个中国要统战或者是讲在地的协力者。就是你伫台湾这边帮助中国政策宣导还是讲要甲因做啥物工课的一个协助中国的人所以我感觉讲，这政府对这方面嘛是爱真严格去看待，无论是对着这个国小国中的囡仔啦还是讲高中大学的这个囡仔被这个以交流的这个名义这个落地招待这部分，我感觉讲真正是爱非常的严格来看待啦这个以早就感觉讲咱讲即马目前有8成以上拢是大家认为讲我就是台湾人我就是认为我是8成以上，我就认为我是台湾人为的是讲我嘛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可能有这个1成有的人讲伊可能毋知影还是讲安那其他的这个选项，所以咱讲台湾目前的这个处境就是这个国民党甲民众党这有可能有一寡就是在地的协力者这个在地的协力者，伊就搁透过一寡关系搁甲跩少年人带去中国这边。这个交流以交流的名义可用落地招待这个方式所以我感觉讲这拢是政府爱真严格去看待的一个工课所以我真正嘛希望讲咱的政府，因为我们面临的这个处境确实是就险峻的搁是立法院搁互国民党甲民众党安尼乱一个搁是中国这边是外交方面搁甲你乱一个所以台湾的这个处境是大家想象得到，就是会很辛苦不过我感觉讲台湾人就有伊的韧性啦台湾人认同台湾这块土地咱就希望讲，比如说咱的囡仔，咱嘛无可能互伊讲去接受到这个落地招待这其他国家遐尼侪国家咱就是
会当去其他国家嘛，无一定爱去互招待啊吼。所以如果讲你的囡仔吼有人招讲要去参加着甲中国这边交流。是落地招待，我感觉讲这就是爱足细腻的这细腻的，你无贪小便宜讲这去这开几千箍尔就当去佚佗几啊天，无哦，你可能未来你可能会受到伊的控制哦所以这是一只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嘛真感谢今仔日咱的好朋友做伙来收听厝边隔壁的节目。那有任何意见拢欢迎随时甲阮提供。欢迎再一次听咱的关怀电台厝边隔壁的节目。关怀电台厝边隔壁的节目咱是每一天啦拜一到拜五暗时5点到6点。无论是秀芳，还是讲姚嘉文院长啦、周清玉委员啦阮拢会伫线顶为大家服务。如果有任何意见，拢欢迎随时甲阮提供。再一次感谢这个收听今仔日的厝边隔壁的节目，再会。